节目主持人，蹦恰恰。感谢两位这样精彩开头，请了。欢迎咱全球华人朋友来收看咱上港启一个电视台公共电视台上港户外节目《画山画水为恁拢来讲台语世界通》。我是咱大家好，哎呦，第三个玲珑走出来。我是咱大家好，出比蹦恰恰个本人。今日咱们来介绍，嘛是这个婚姻非常美满幸福，台语文专家邓安珠老师。画山画水画玲珑，红某共心生理旺。大家好，我是安珠老师，欢迎收看咱的节目。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来，今日这素人这个新鲜的一对红仔某哈，来欢迎，爸爸。伊本节目这流程啦，吼，流程听有啦吼。流程流程。哎呀，你咧学演那8点钟啊，拢是迄种好安尼，好，路甲查囡仔呢。过去上届有名是哦，空暗对吧？哇，讲来就来，讲来就来，这部会演这应该的。跟较早我呢后来食药食好。喂，唔是，是都一排喂。喂，今晚呢互相介绍，请你介绍恁太太，阮熟悉，请了专程用台语预备开始。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哟，这是我的爱车，也是我这世人上界爱的一个查某人。哎呀，伊的名叫做这么熟的，冲兰。什么意思？冲兰，不是？拍听。迄字应该是钟摆的钟。钟。老师，对吧？中兰，他碰过讲钟摆嘛，中兰，我即马知影。这是伊本名吗？啊是啊，阮某优点，伊就敢若兰花，伊就敢若兰花共款，真有润性。兰花是足歹照顾的哦。足歹照顾的哦。啊，这个唔免啦，这个我敢若唔捌甲伊压什么水啊，活了真好。你这款的话中有话啦吼。哎呦，你喊你甲压水哦。喂，喊你甲补充。无啊，阮两个偌恩爱的，逐工暗时啊困，拢腾刚揽做伙。哇，你是几岁啊我48啊。 48岁，还阁有法度红某两个人暗时啊，有在享受这款的大自然，这是真好的代志吼。是啊。啊，伊的个性你也袂介绍阮知影。阮某伊的个性足随和的，而且伊拢袂去甲人计较啥物。啊，伊嘛足勤俭的。哇，所以我的钱啊，我全部拢是交互阮某咧管理。多要问你这点，查某人安尼是对的，系啊，只出只入不出，安尼有才我都甲恁倾家嘛。所以到目前为止，你这个对这个某非常的满意，满意度达到9%。999，敢若是迄落黄金共款遐尔。一般爱读999.9，孙黄金啦吼。我今仔出门的时阵啊，当咧甲阮某开，我讲我这世人。 我是安怎会拄到你这个查某人？这完全是事实啊，对啊，还未来录节目之前。你是怨叹吗？啊，阮某伊安怎回答我？伊讲你感觉你足衰个。阮某真正好，所以我就跪后壁安尼甲揽起来。伊讲这窗仔门外口，搁较贵尔，迄碰过因兜，你唔通安尼。恁拄啊，迄个门话会使演讲看卖嘛？哦，我来遮啦，迄边。遮吼，就是我拄仔伫拍电脑，我伫拍电脑，伊伫边仔是创啥袂？看外口有咧落雨无？哦，你看落雨，我拍拍，我怎啊想着讲，哦诶，我感觉我这世人是安怎会拄着你这个查甫人遐尔好？无你是感觉你足衰的哦。哦，哎
哎，拍破拍哎呀，破，窗仔门，窗仔门，外口你还阁有诶啊？还有窗仔门，窗仔门啊！哎，莫啦，迄他门人看现哪咧歹看啦。哇，阴森，是啦，这属实。恰，哇！是这个话语叫做生活的情趣。人家小可呢一个小动作吼，一个查某人要求无济啦。是啦，小，你是你了解下这个？你是安怎？哎，我买烂吗？哎，伊嘛徛伫窗仔边呢。喂，哎，我拢讲，你干嘛？你干嘛跳？你莫跳啦！咱好讲。代志无大。长安尼啦。好啦，对咱对着这个阿兰小姐吼有初步了解。后来先嘛换你介绍恁翁吼。哎，阮翁叫做503。恁两个伊讲感情最好，你认为恁两个感情有够好吗？真好啦，真好真好。当初是安怎熟识？安怎熟识？拍戏啊，拍戏，系啊。恁两个共一出戏，刚出去啊，所以近水楼台先得月。老师，我爱读对无？先得月，先得月拍摄，先近水。先得月。这个大家吼，我甲大家报告吼，电视这个演员是安尼啦吼，有当时讲一支戏呢，常常发生意外的事情。就是讲今仔日啊，比如讲大家都去出外景啦，收工啊，忝到要害，拍到天光啊，咱两个平常时啊，你也有感觉，我也有感觉，无，等下爱过入去电视台录影，无这个差不多有3、4点钟的时间，无咱来迄落好无？那个什么啦？卖假啦！啉咖啡啊！啉咖啡，啉咖啡是一个借口呢。这他们什么人拍什么人？无啊，迄当阵阮去南部咧拍戏嘛。啊，我拄啊，哎，无影，南部有无？啊，因为南部开就无聊嘛。对啊，一工假毋拢会做伙拍戏刷。佮住江边饭店嘛，夹一个房间佮伫隔壁嘛。是毋是伫隔壁我袂记的呢？真正有去弄门哦。无啦，我著拍刷，我著爱运动啊，我著来楼骹来迄个饭店的大厅。迄当阵拄啊好是，伊嘛是来楼骹，看到我的时阵，伊就甲我拍招呼，伊先甲我拍招呼。你前辈啊？系啊，我拢会记。伊讲嗨，你要去倒？我讲机会来。哎，我要来去运动一下啊。你敢有兴趣？啊好啊，我拄啊要来啥物药局，来去买一个放屎药啊，因为我拢袂放屎啊。少年诶，便秘的，你会使讲便秘，你会使讲一个下药嘛，较文雅，好无？哦，我就讲好啊。啊，就哪走的时阵，其实阮贵台北坐车来南部，阮是坐共台车。咧坐的时阵，我就去注意到这位姑娘啊，真正是我真介意，但是我毋敢甲伊拍招呼。啊，即当阵伊愿意先甲我讲话尔，即款机会敢会当无好啊吧？当然啦。我就问讲，咱等去台北以后，可能就无机会搁联络啊。你是毋是会当留你的电话互我？我若有啥物代志，若是有拄着啥物，我会当甲你请教，甲你请教，甲你讲一下，大家互相安尼小笑问一下。好啊，伊就留一下电话互我。等来台北第一工尔，落车尔，甲下晡我就敲电话互伊啊。哟，我就卡，喂，你好，我是503，咱两个做伙拍戏，啊，你敢会记得我？我就知影你会敲电话来互我。我就知影，为什么？准准的，啊，无你甲我打算准准啊！电话要创啥？电话肯定无卡，是你讨货大诶。啊，你的意思讲你是等规工等我咧敲就对啊？你会知影讲我敲电话？等几工等你甲我讨电话。好，啊，信任状况，好，是。过偌久的时间？伊迄当阵伫咧台视演员训练中心咧做助教嘛，助教嘛，多高？所以我就逐工咧甲载伊转来，啊，就搁敲电话甲问一下安尼。3个月伊总算知影讲我是一个真有心的人，所以放长线钓大鱼啊！系啊，互伊一步一步走上死亡的界。有嘿，你做布袋哦，但是我都当3个月嘛，无简单啦吼。真的咧。为你做就你结婚了有后悔你查甫啦？袂呢？未好。袂呢。恁翁捌做过互你上感动的代志，对一项，互阮分享看觅。分享哦，阮拄熟识无偌久的时阵啊，有一届我生日，啊伊头一工伊去
前一工就无去啊。啊，伊本来拢有手机啊，嘛，迄阵伊就有手机啊，足久啊，20几年前伊一支黑金刚、乌金刚，啊，就迄工雄卡互伊拢卡袂通，前一工卡前一暝卡伊，咱拢找无啦。我想讲，当时安怎发生什么代志啊？那会怎啊无去？我紧张啊要死啊！而伊哭啦哭啦，哭尾来出现啊，讲我讲我生日就出现啊，出现讲我带你去一个所在，带你去讲去因兜啦吼，迄。房间就拍开啊，一粒鸡卵糕面顶写我的名啦吼，啊个礼物啦，啊个一支玫瑰花啦吼，我怎甲伊讲？你哪遮尔无彩钱哈？一支花啊！我是看到伊，我足欢喜，我就意哭，我我看到迄支花的时候，我讲你哪遮尔无彩钱啊？我就清醒起来安尼，我真正就无信诶，常常去我泼冷水，这是上感动的代志。无，迄阵我感觉足感动，因为无人对我安尼过嘛。哇哟！我感觉啊，也是最好处理的。单纯啦。恁某做过你上感动的代志？阮某是毋是互我感动？但是一直以来拢是共款安尼。我以前少年的时阵嘛，嘛感觉讲我无爱结婚啦，啊，就交往就好。啊，女朋友。罔行罔看，无啦，毋是无等过，罔行罔看，看倒一个较是上好会当陪我一世人的嘛。啊，交到阮即个某的时阵呢，迄当我的女朋友，我想讲，毋敢确定讲伊是毋是我一世人。啊，时间到啊，查甫人就会感觉讲，啊无我应该过来换一个安尼。喂，无应该找看嘛，佫有较好，也是较适合我的安尼。较好换换就换。我少年时是安尼嘛，少年拢爱耍嘛。是。进前的女朋友，若讲册，毋管搁较安怎如，毋管搁较安怎无愿意，总是有法度一刀两断。哎呦，啊，两个月、3个月总是有法度。哎呦，但是阮某咧，我甲伊讲超过3年啊，吼，用尽所有的方法，甲伊讲要等，还是甲伊讲我即摆乱了，甲离开哦。用尽任何的方法，唔走就是唔走。这查甫人啊，讲啊，这臭屁啊！无，但是我当然真正，我真正有感动。感动对。是安怎？即个查某人甲别个查某人完全拢无共款。伊爱着啊嘛。真正有心啊！爱着较惨死你袂？是啊。你咧有咧搬伊就知影，是安尼啦吼。我感觉个性的关系。个性，我恁祖嘛，唔係你甲我交着，你嘛甲我画册，我恁祖嘛可能不会甲你册，我就是要嫁。稳定啦。那就对啊。是啊。会冤家无？有当时啊，意见较无共款，讲话较大声、较红声啦。你最近的是拜是在当时。我看无印象诶。无印，哎呦，这查甫人你看，啊，无歹代志拢放袂记啊。应该安尼问，什么人先路呢？拢阮某，这确实拢阮某。哦，你那安尼查甫人爱会出个机会，咱你是，拢你先会识的哦。无回事嘞啦，伊拢会黏伫我的身躯边啊，做黏。一个输人嫌嫌啊！哇！看起来你爱恁翁较济。哦，啊，我因为伊足优秀的啦，伊嘛对阮足好的安尼。无，我真正我嘛爱伊足济啦。哦，安尼。啊，就翁仔某若在性的啦。爱去爱去。我啥物拢看过，你伫倒位？我赶紧来进行后壁这单元吼，今仔要来考台，这台语考袂到的啊，这台语连续个半我节。外省的呢，阮爸外省过来，我第2代，即厝的拢一定爱讲国语啊。我是熟悉阮某以后，豆豆教教。啊，那我若去现场咧拍戏的时阵吼，长期若咧看报出，拢会甲我骂。你倒位啊讲了呢？毋是。伊讲你伫咧现场是毋是逐个拢对你足尊敬啊？我讲是啊，你是安看会出来？因为你讲毋对，无人敢甲你，无人敢甲你。无人敢讲伊毋对，拢抓过，拢袂卡。哦，所以你是某兼老师。对，今天咧讲无毋对呢。好来，今仔日毋管你有嫁人，还袂嫁人，还是有娶某，还袂娶某，咱们来讲翁仔某有关翁仔某的代志的俗语。哎呦，俗语啊！来，考你。好来。我讲翁仔某的俗语。我讲翁仔某若共心，乌托麦变黄金。所以，我讲翁仔某的俗语。我讲嫁随嫁到，歹啦，对。我讲嫁随嫁到随到。
你叫就叫衰，叫就衰。唔是，你来讲鸡对鸡飞，鸡到地高走，安就好啊嘛。还得王宝钏视频。家知道。哎，对，那三句。哦，就拍了。你咧演王宝钏，你无了解，你意思阮知影就好。来卡落，来，我讲翁仔某的俗语啊，我讲带某大姐坐金交椅，水。哎呦，所以你莫比你较济话。无啦，哦，哎，这个带某大姐坐金交椅，这意思是讲，你若带比咱较济话，可能无要紧，你荣华富贵就来到位。卡落，我讲翁仔某的俗语。我讲，甘愿家厂卖菜，嘛唔愿甲人讲鸡红菜。哦，这就是古早人咱世人的智慧啦，这就是查某人坚持的所在。所以我即摆这句话完全在讲你有影啊，哦。有影，这有影。就算环境作歹，毋过因两个共心，就算去菜市卖菜，伊嘛是要甲伊斗阵做伙。对，所以这是真好的。所以该计到对到走，其实同款意思，差不多这意哦，思。这意思敢若是讲，咱定定拢去菜市仔咧买菜，拢做伙。对，阮确实是安尼无毋对。因为我若变做你的人了，毋管你哪，我拢是甲你陪伴。来，你计样，你甲了解来卡落来。啊来，翁仔某的俗语啊，我讲翁会趁某会理，翁会趁某会理。哦，这句我较少听到。对啊，我拢听过翁会趁某会欠，翁会理理财。欠嘛有人所以讲啦。恁翁趁的拢交你。即摆年代无共款啦，阮趁家己的，家己理家己的。那才好。啊，有需要就是拢摕出来安尼。哦阮的查某人嘛要有家己啊。啊，一个人一款命啦吼。我来卡落。来，翁仔某的俗语啊。我讲嫁互做田翁啊，无法度洗头脏。哎呦，你果然是传统的葫芦传统，计好做田翁无。法度洗头脏，因为爱做事啦伊。做事一直拼，一直拼，伊爱陪伊做事啦。布条也好啊，烧山草啊，烧山水也好，就规拢安尼头毛散来个。所以你头毛长的，恁做嘛甲你拼，迄茶白就吐落啊。顺便介绍你去茶白嘿，无？对，安尼。所以讲，迄阮茶白，其实茶白是早咱人较早葫芦安尼较迄支螺啊，伊叫茶白。好来，过来哦，准备哦。哎，翁仔某的俗语啊，翁某恩爱人儿乐啊，较简单哦。对啊，翁某恩爱人儿乐，是恁翁某恩爱啦吼。恩爱啦。我来卡落。我讲翁仔某的俗语啊，我讲老戏嫌拍鼓，啊老翁听水某。哎呦，你讲是水某？你讲啥？老翁老戏都拍鼓，老翁听钱某，钱某。钱某，钱，钱，足钱的，较少年的。足有的，哦，是水某。钱足钱就是讲你今日你咱这边个口号顺了无？哎，我知。恁某无减伊24岁，足钱的，足钱的，毋是足钱的，足钱的，你家某出来钱哦，足钱的，足有的意思啦足。以为足钱的。嘿啦，啊当然咱老啊带着这有的当然是咧交杯听时间带着大家共款，小理解一下哈。我来卡落。哎，我讲翁仔某的俗语，我讲惊某大丈夫，拍某低高牛。哎，这真简单吼，查某人是坐等来听吼，是啦。伊要甲你拍无？捌无可能。有寒眠的时阵，唔敢。所以家对面墙顶站落面床骹，站甲计都甲骹拢乌青啦。哎，敢有可能伊是假啊含面？迄是恁兜的代志啦，用闹开啊！咱闹开出等爱来。调查者。啊，来卡咧。哎，来，我讲翁仔某的俗语啊，我讲，娶某唔读册，嫁翁较唔白。哦，这句伤深啊。娶某车唔读，嫁翁较唔白，安尼头前后老爸才有押韵。无我听无这意思。娶某娶切，某车唔读，本来要进京赴考，毋过即摆娶某了，无爱读。准煞着算半途而废。吼，娶某车唔读，啊嫁翁较唔白，以前人个千金小姐人个白卡，白卡，啊即摆嫁出去好，莫搁嫁啊啦，莫搁放啊。明天忙完了，明天痛苦，嘿啊就是嫁出去嘛。对啊。来卡落。我讲翁某的俗语啊，我讲无冤无假无成夫妻。无冤无哎假，厉害应该是讲无冤无假不成家啦，吼。无冤无假不成夫妻嘛。嘿，所以恁翁某定冤家。对啊，
浪浪的歌无代志。一个男男的哦，气死！因为刚咧听男男的，这玩家吼，注意要用因两个做参考。迄个希腊吼，伊的铁路家亚里士多德捌讲过，生活室的人是上有智慧的。哎呦，所以翁仔某代其实拢是安尼啦。所以什么人较有智慧，讲实在你的生活室的。安尼回室的一个，像阮做老师，为老师做无爱教囡仔回室的。结果为着一件代志，你本来做唔对，硬钱到尾代志愈舞愈大。你做老师爱讲做无就翁婿做某人，咱做唔对，咱共回一个室的，安尼就好啊，代志随解决，无需要为着迄民主问题。所以除老师找拢医生回去的。当然。哎呦，哎，水。听某本是应该输，袂晓拜我做师傅。哇，老师我冇看一个人会在，安尼互阮讲看袂到的啦。金光闪闪，对不对？看袂到，都看袂到。看不到人啊。来卡落来，我讲翁某的俗语，我讲翁某冤家床头弯床尾和。我倒是讲床头拍床尾和。伊安嘛无押韵的，翁婆床头拍床尾和，安尼叫押韵。翁婆床头拍床尾和。床头拍床尾和。就是暗时啊，日是冤到要死啊，暗时啊嘛是要困斗阵嘛。两个人卡在边拄卡在边，你要拍过麻雀无？无。北风。人人西北去北啊有无吼？对。就是迄个卡在边拄卡在边，北啊就是。我讲某拢比啦，迄个比有啊，比来比去伊个比。比是一个头前一个后边的。哎呀，我拢叫某我过啊，我开过后边安尼甲好，胖哥，什么意思啊？胖哥，我做想要学的呢。来这套。你抱你的狗就好啊。搁一连哦。我讲翁某的俗语，我讲臭耳人翁饲咪某啊，臭耳人翁饲咪某互，相扶持啦。是安尼吗？老师，安尼感哦，这情。句我有时去用演讲的时候，我拢会强调这句吼，臭耳人青眉某，唔是讲两个拢赞同，唔是哦，是讲臭耳人翁，因为恁某爱你、关心你，所以会甲你问东问西、念东念西。哦恁某会甲你念，表示伊爱你，所以有时候伊甲你念，你也当做安那无听到。无听到。臭耳人，哦，臭耳人翁，啊，什么叫青眉某？你看我倒顶做乱，阮兜搁较乱，毋讲吼，我要找什么物件拢找有，所以有时做某的人吼，毋通，毋是迄个卫生股长啦吼，哦，这袂使，迄袂使。所以有时我足惊，我出去开会吼，我等下物件我找无啊，是安怎？因为阮某嫌我做乱，拢甲我整理好势。毋过乱归乱，我要找什么物件我拢找有。所以有时啦，上个衫黑白蛋啊，无迄黑白衣迄吼，做某的人吼，手洗牙关啊，莫甲嫌伤济哦。所以叫臭耳人青眉某，有时一寡代志你惊无看到，安尼就好动作啦。无快啦。嘿啦，来卡落。啦。我讲翁某的俗语，我讲翁家某鸡架鼓。哎呦，翁家某鸡架鼓，这个意思是翁仔某关系甲鸡啊甲鼓的关系是甲同意思。一个军队内底迄个鸡手甲鼓手共款。哎呦，老师，若是讲吼，歹翁累某，歹落累鼓。咱有时咱为了布袋迄武场内底，足侪物件拢是落啥吼，歹落累鼓，你落后壁卡，啊鼓后壁就对你拢乱去啊。歹翁累某，啊歹落累鼓就是安尼。哦。所以若翁婿做无好势，拢会牵拖做某的人嘛，足辛苦安尼。好。歹翁累某，歹落累鼓。来卡落。哎呀，我讲翁某的俗语啊，我讲困破三领草笑，心肝掠袂着。困破山咧笑咧，你的心肝掠袂着。这个意思是讲，较早的草树啊，眠床嘛。咱两个困个，哎，去哪困哪位，哪困哪报记无，都换三遍啊！你想啥我阁唔知。哎，这是无好的代志，对。两个无共心啊。无共心啊！我来卡落。我讲翁某的俗语。我讲有翁某命无翁某行。哎呦，这好，这恐怖哟。哎，命。对啊，你就是身份证顶悬后壁写什么人个合法命无做阵嘛。但是事实上，恁两个是无啥物咧讲的。有翁仔某命，无翁仔某行。无形翁某之实，甲咱考虑。来，翁某的俗语。嫁着歹翁不如无，啊，毋过头前迄句我袂记一啊。好天唔拍菜刀，
好甜，好的铁吼，爱做一寡好的物件，做菜刀是做无价值的。好铁拍菜刀哦，啊若找无好的对象，其实嘛不一定爱结婚，因为即摆时代无共款啊，唔通为着结婚来结婚呐。袂是时代改变了，时代改变啊，嘿来，卡落来。我讲红某的玉语啊，我讲四某换新衫，四翁换饭卡。我唔捌听过一句。西某换新衫，嘿，啊个娶哦，某死个娶，第二个、第三个来啊，所以四某换新衫，啊若四翁，你爱去别人遐去别人因兜换迄饭卡嘿啊，我去嫁对啦，嫁啦嘿，换人别人换饭卡啦，啊为讲四翁顿迄个本单啦，四翁顿本单嘛有人安尼讲啦。哇，今日学这句真正非常有知识，感谢老师。来，俗语讲了好。哎呦，哎呦，恁两个即摆是爱去挂号无？是爱安怎？哎呦，李长啊，你都拢唔知影，迄打动算的迄个议员啊，新的迄个啊，系啦，新的迄个啊，我笑到的呢，你敢知影？伊迄性地有够歹的。对啊，哦，拜托甲打酒啉，唔知咧笑啥。喂，敢会影响到咱无？有可能的代志啦。我咧讲，冠台议员话向心动算，也无动算，连任嘛无连任，咱里长像我。人这做到有正派，我啥物拢唔惊嘛，对不对？无啦，阮是惊你去互换掉。你袂惊吗？哎我呀，咧黑白讲话诶，这里哦，辛苦爱讲，我会来多你是几14天。岁啦？没啦，吼，你多14天，我嘛爱多14天，好无？你了解？这先来合作大骗你，哎，先来我做里长，这就是命中注定，命中安排好嘛。阿妈呢？全台湾你去倒位找倒位，叫做大骗你，多简单之理。所以你家想讲，我对不对？对不对？要大坑啊，你嘛？对啊，是什么人不要较适合？你是什么人不要较适合？你你讲，无啦，你莫激动啊！你真的，你先在讲嘛，对不对？就是你嘛，这代志一定是你的无问题啊。什么代什么人有在来讲，换掉我就不爱信啦。议员，你的意思讲议员会使甲我换掉意思吗？无啦，我是讲议员来啦。遐拄好，我咧讲的议员拄好来坐。李长啊，真久无看啊！坐，哎呦，你哎呦，辛苦的议员呐！哎，泡茶，哇！拍摄，哇！你也无早通知，无开中门，甲你迎接，有时阮迎车多多原谅哈，食茶啊！今仔什么事情，甲这个议员因兜兄吹来？水某的啊，交代互你。安尼啦，代志是安尼啦吼。啊，里长啊，你做这个大片你的里长嘛已经足久啊。是啊，这个爱里面爱戴啦。是啦，啊无功劳是讲嘛有苦劳。啊，你一年探天365天拢无休困咧为里民咧服务。这应该。哈，我实在是吼，翁仔某看啊只有甘的，实在是看袂落去啊啦。希望讲吼，你会当小困一下啊。这一点仔意思啦，你收落来哈。议员夫人吼，夫人足厉害啦，了解我最近也需要足这个。意思啦。看到这，但是也毋过，这敢若无啥够咧，这。李长啊，我想讲哦，你是这种看到钱，你目睭在咧顶开的啦。系啊，对你足失望诶。够失望。毛你收转去。哎，翁啊，免怎？里长伊无要收了，等即摆是要安怎哈？啊，伊这大片空的哪有可能无收啦？无要紧，我来看我的。议员啊，这茶好啉，哦去边啊？个你汤啊好食，再较贵。李长伯啊，详细看清楚啊！
拢你的。拢你的，那是 Only You 啦。钱啊，才轻吼。我紧轻当是一回事啦。少年议员，哎，我先目睭发白白，真正唔捌看这尔啊侪钱。但是本利无需要这侪钱，本利无需要这尔啊侪现款嘛。无咯，李长啊，我咧想你可能是误会啊。这钱唔是买来互你照顾这个里面的，这个钱是烦恼讲你的工课随都要无啊。这是要留下你家己豆豆啊用的啊。少年缘投李长，电视剧8点档我嘛定定咧看。所以这时我应该是安尼，什么？叫我等于食我家己，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大骗你，这个李定我绝对做到大底，这个你无我袂用，你讲是不是？是。这个钱你摕回，请回无啥。下回无啥。啊？无啥。你即马是敬酒，毋是要食花酒的？耶！啊！恁两个啊，入来！你什么人啊？两个哎，像有哦！少年议员，你安尼闹人，安尼来，安尼无意思哦。即摆是无往我来，我敲电话报警察。我帮你扛，来，哎，好，你即马甲动的，开来！议员你嘛免来紧张，你电话无线根本就敲袂通。我是咧烦恼，即摆拢是用无线电话，这敢是？安怎呢？你惊报警察哦？啊，你唔通误会啦！大鼻孔李长啊，人阮遮的拢是文明人，哪有可能讲啊来遮要给你闹事，要来冤家啊？无迄款代志啦！你听清楚啊，这两个是助理，我是助理。我了解，恁两个一个阿祖，一个阿李啊。哎，那后面讲，我是来掠人的。来，喂，无啊，我是助理。我甲你讲，因是有名有姓啊。哎，你看这位是阿远啊，迄位是阿兴啊。敢若看阿远啊，这个体格，阿兴啊，迄个人才，迄个缘投款。什么人来比做你这个里长大片空的，还佫较好，服务里面大家一定诚安心。你讲是？在讲什么笑话啊？恁两个一个头壳无毛，一个乐乐散散缘投，无感觉啦哈。喂，佮较咱讲，嘛免是恁来做啊，是阮两个伫个里长边啊，服务遮尔啊久的来做吧。讲啥啊？恁草人吞去苦囡仔，完全是查甫人的战场。你在讲啥？恁查某人闪。你两个查某人，哎呀，你欺负查某人，算个查某囝。就是讲咩？你安怎啦？你等去煮饭，等去煮饭。我来帮你斗3工，斗啊3回。好，一山做一山高啦吼，强强做强强手啦吼，大家慢慢冤家吼。李长当然我会留，早晚嘛爱换人。既然人家拢来啊，大家有兴趣要做李长，无紧啊，来考看卖，考试考哪会过？李长就换人做，无要紧嘛。哦，来来，物件摕出来。来做李长了有遮简单的代志来。好，来，花好上色，先来。什么意思？爱我读的意思吗？对啦，念出来。壁中挂几个，个来画几好，哈？好白拍了鼓，摕底部来补，唔知补好，还是补好。啊，这袂使啦。这袂使啦你听我换林同学，换你，阿兴啊，念。别，我唔捌你咧。无好啊，唔捌字啊，干啊！啊，你看，所以我唔捌你啊。你一定会使来。哇，嘿好，报遐挂一个讲哦，高一考吃好，好食你吃来报，摕报来来报，唔知影报好，还是报来报报告。啊，这有出国的
话啦，听无啊？不紧哦。我来啦，我你。表上割一个，割一割一好，好似拔一个，可来不来个宝，唔知那个宝，好似个个个宝，什么好吃？你看，凊彩好，凊彩补，对不对？来，恁两个翁仔某，议员少年议员因兜谈恁两个翁仔某，莫讲恁两个，你做议员当然是高高在上，我一个小小里长尔，大家试讲卖，莫讲艰苦事。来，恁太太啥？夫人你啥？你头都头袂过。头顶一只狗，一只狗，一只狗，狗跋落狗弄着狗，狗喂狗，狗走狗嘛走，唔知是狗惊狗还是狗惊狗。好听。特别好听。来，厉害啦哈！少年议员，麻烦你哦。我伫咧议会内底完全拢是靠这支嘴的，你的积损嘛？完全拢唔是问题啦。开始看，树顶一只狗，狗跋一只狗，狗咧这树仔咧弄着狗，狗无就是个狗，狗走，狗也走，唔知影是狗惊着狗，还是狗惊着狗。哎呦，议员赞。代志毋是戆人所想的这么简单啊！毋是讲你用这顺带你去咧骂政府官员，你安尼变着卖过开咧，对这你就无法咧。你做你弟哪有这么简单？做恁遮的人，毋是我来讲，无迄个尻川想要食迄个下药。明明家己都毋是做里长的了，当做家己讲真厉害。像恁这款人有两句俗语会当形容，第一句叫做“鸟鼠尾，食无人”，第二句叫做“两人要徛硬地”，两人要徛硬地。来，以上这个情形赞成第一句请举手，鸟鼠啊，食无人。鸟鼠尾，食无人。翁仔某无共心，翁仔某这个共心。哎呦，阿婉啊，请你过来。哎，恁三个一国，恁三个是经能人。鸟鼠尾食无人，所以恁这边是经两人要徛硬地。硬地来。我是感觉是你无迄个物件，就是无钱，你要安怎摕出钱，就足散的。你哪有可能有钱？嘿啊，嘿对。你要请位议员呢？嘿，你都积袂出来啊！两人哪有可能徛硬地？就是讲你无财，你是软的。你搁要徛起哩，那是无可能的代。啊，毋是共款嘛？你两句解释拢共款。无共款，无共款。你有没有在做里长夫人？来，老师。这两句真正较歪啦吼。鸟鼠的食无人有两种意思，一种是讲着当啊讲的，啊恁兜作散，啊你个伊家己嘛是无法度摕钱出来啊，啊散啊要去互鬼啊去啊，恁硬钱拢无法度啦。另外一种就头碰过讲的，猪头皮。纸无油，啊，话讲迄个粗坑吼，钱无油。哦。敢会晓讲大声话啦。啊，毋过讲实在无内在，佮你讲啊，这讲无路用啦。啊，另外一种就是讲无共意思哦，迄就变啊，两人要徛硬地。比做啥？一个形容啦，3斤鸟，佮要加4斤鸟鼠。啊，举迄剃头刀吼，佮要插人迄大樟树，敢有可能？无可能。啊，毋过代表即句意思讲，你无迄种才情，你佮要来占即个位，占里长即个亏。所以，若讲安尼看起来，应该倒一个较适合。两人要徛硬地，而且无适合啦。哎，了解。哦，了解两句意思来拍破过来，感谢。因此说明真出名，这首是这老志祥先生所写爱情，嘛是为着恁翁仔某。哇！啊，麻烦迄个太太先来好不？哦。有一种爱情叫做牵手做伴，不管富贵也是落魄，拢是牵手斗阵做伴。有一种爱情叫做早早暗暗哦，日出日落，相依相偎。爱情无需要伟大，只要有你做伴就快活。哇！敢若这有问题呢吼，早早老师早晚。早晚，哦，早晚，来，换咱这个啊，迄个大哥，林某安尼，你用深情念一百万条看觅。好。有一种爱情叫做牵手做伴，
不管富贵也是落魄，拢是牵手斗阵做伴。有一款爱情叫做早早暗暗，日出日落，相依相偎。爱情无需要伟大，只要有你做伴，就快活。做刑事人刑先吼。迄个老师，咱来现场试看卖无？哎呦，你有一个G麦的扣咯。哦，哎呦，有一种爱情叫做牵手做伴，不管富贵也是落魄，拢是牵手斗阵做伙做伴。有一种爱情叫做早早晚晚，日出日落，相依相偎。爱情无需要伟大，只要有你做伴，就快活。感谢大家，后尾再继续唱歌，为山为水为人路。